我係公民嘅後衞沈國輝，我係公民前鋒沈國強。係咪咁得唔得？我想擁有嘅外國球隊會揀曼聯。如果我想有機會擁有嘅外國球隊，會揀巴塞隆拿。我覺得細佬最似英格蘭代表隊嗰個禾確特。邊個外國球員最似大佬？就係踢緊皇馬嗰個沙治奧拉莫斯。到現在為止，我最難忘嘅賽事就係前幾年賀歲杯對克羅地亞正選上陣，不過輸4-0。如果我同大佬上台唱歌嘅話，我揀真的受傷了，因為踢波成日受傷啊，真的受傷了。如果我要同細佬主持一個電視節目，我覺得應該係棟篤笑啦。幫呢個節目改一個名。大細佬與你啊，得唔得啊？如果我要幫細佬改綽號，都係叫翻做細佬啦。如果我幫大佬改喺球場上改個綽號啊，沙治奧拉莫輝啊。